也准啦，啊，毋过拍毋着所在啊。你这话是安怎讲？啊，你着去拍着我的锁转去咧，你毋着甲我拍啦，我毋着较好死。我是要阻止你自尽，我要哪会写你咧？你拄则讲你叫做苦心，是一个小偷，小偷嘛是人啊。你既然会想要自尽，行到这个地步，一定是有真大的困难。你甲我讲，无定定我会用帮助你，你就毋免阁做小偷啊嘛。你若要问我的原因吼，是也要讲话头长啦。啊，你毋过着急要去找下工量，你哪有时间听我讲话啊？有啊，你讲嘛。哦，你爱听，爱听我就讲互你听。苦心平寒，袂当啊娶妻啊，有一天的媒人来将婚姻提哦，我匆匆成亲绵绵的啊，谁人知影娶一个母妖妻哦。苦心啊！往你生罪。是伫骂我，啊是伫讹我哈。我是伫同情你，同情我。可心，我只有20两的金仔，会用互恁翁仔某做一个生理，这世人的生活就免烦恼，摕去。这个姑娘不但善良豪爽。 而且佫正直明理，嘿，唔知这个朱公主甲这赵夫人用什么花言巧语甲伊骗的，竟然会使伊甘心被利用来对付我这个下岗娘啊！我应该甲伊提醒，劝伊回头。姑娘啊，小等咧！大哥，你拄则叫，你咧叫啥？我叫姑娘啊！
知影我？我哪会知影你即马拄好来咧？我即马是伫咧叫你好心的姑娘呢。啊，你叫我姑娘是要创啥？我甲伊无熟识，伊搁送我20两的黄金。啊？都无熟识，人要哪会送你黄金？就是无熟识，伊送我这黄金，我毋知伫咧叫伊好心的姑娘啊！哎，姑娘啊，稍等下，稍等下。哎，讲到这个碰到底命，才苦心的哦。甘愿做下工用的奴才啦，一仙钱也唔共摕啦。看我以后吼，就免想要搁穿水衫，挂什么贵重的首饰啊！哎呀，我哪会这歹命啊！喂，俏娘，哎，真奇怪，啊，我都唔捌你，你哪知影我的名哈？见到阮主人，你就会明白，甲我行。凭什么你叫我行，我一定就甲你行，嘛咧笑亏个。见到阮主人，你就有发财的机会，来唔来随在你。哈？我知哦。哎呦，行这。无啊，当恁的主人是伫倒啦？坐叫来，俏娘，假使你若肯替我办一件代志，我就予你一笔财富，你会当好好享受一世人。你是要叫我替你办啥物大代志啦？偷听下工良，甲陆庆因伫咧讲话，然后你再来对我讲，哎呦，啊是安那都爱安尼啦？因为陆庆是女扮男装的，你知影？知咯，我哪会唔知？这骹玉环吼，都是伊送我的呢。伊叫我都爱替伊保密，唔通甲人讲伊是查某的。我都无甲你讲，你哪会知？啊，你是啥人啊？你免管我是甚物人，因为我的查某囝去爱着夏工良，我要知影讲陆庆甲夏工良因是有甚物感情，然后我才通好决定是毋是通将我的查某囝来嫁。俏娘，你都爱注意，发现陆庆甲夏工良，陆庆看有摕甚物干贴，或者是信物，或者是甚物情书予伊，然后你再来对我讲。我又搁唔捌你是啥物人，而且人阮即嘛是要来行城呢，我是要安怎来甲你讲？我会派人甲你联络。好啦好啦，我规气答应你啦。毋过吼，你毋是有讲要送我一笔财富啊？礼玉，知？我一世人哦，还看捌看到遮尔多的珠宝，哎呦，我毋都真正发财啊啦！你会走啊？会记哩，这件代志千万袂用甲任何人讲。当然的咯，这个代志哪会用随便甲人讲的？这我知啦。叫咱的主人，多谢多谢。陆清，你一定陪看藏伫什么所在，我绝对要爱你家己讲出来。大哥，我较漫天，你着小将就亲一下。兄弟啊，你这个伫咧补衫补梯，这个针子，佫袂输迄订水丸啊？大哥，
佮头仔搞我已经了。第二遍听到翠友这个名，翠友是啥物人？我想，伊一定是一个绝代的佳人，而且嘛是大哥你心爱的人，对？经理啊，你实在真好奇啦。是讲，咱已经结拜做兄弟，甲你讲嘛袂要紧。啊，你若爱问，我就讲互你听。哦，小弟就洗耳恭听。现对，实在讲啦，丁翠友伊加我3岁啦，伊是非常爱我，伊爱我亲像照顾我，敢若像大姊甲老母伫咧照顾共款。啊，我嘛是真爱。毋过这门婚事，因后爸反对，将伊嫁互别人，我就来离婚，就来安尼而已。啊，后来咧？无啊，无迄落后来。有啦，是听伊讲伊失踪，啊，也毋过我认为因老爸甲伊未婚夫，伊会去找找伊倒转来。我的故事到这，拢已经讲完啊，你还阁有啥物好奇？有，你是毋是还阁真爱？爱的当然是有爱啦，啊，也毋过人伊是马天河的未婚妻啊。既然伊是马天河的未婚妻，那你大哥，你应该搁再另选一位红颜知己才对。嘿，我袂安尼阁做咯。哎呀，大哥，翠有啊，伊是马家人，为伊独身是好因，水强水有主我，小弟愈听愈好多。为爱双喜严相守，上光高贵明丝绸。伊叫我讲我引导手，不见路主不忧愁。一种只靠咱相信，若是有如伊美人，貌相翠有在树荫，面对叫我必当心。我看美人如明好，千万莫煞爱提叫我。男儿虽本爱明好，你厝话真假爱玲多。我讲的话你毋相信啊？是啊，因为伫咧会营遐，我有听到你伫咧话讲姑娘姑娘，我可是无听到你伫咧话讲明好明好哦。看啥物？你做啥？恁若要讲话，爱较小心咧。门外有人咧甲恁偷听，是啥人咧甲阮偷听话啊？阮爸姨啊。老大呀，你千万袂用迄大语言呢。阮迄箍爸姨仔某吼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爱水阁极爱虚荣啊，这真容易会去互人利用去哦。最近吼，我发现阮某吼，这个手骨挂一骹玉环哦，看起来敢若真值钱的款哦。因母咧，毋知对倒啥来。可是妹啊，你免着急啦，迄翠玉环是我送伊的啊。冤枉讲的你是伫咧是叫你闪遮呢？妈呀，你斟酌甲我听好哦。我靠什么也无咧软啦，哈！若是讲你看迄个绿公主啊，生做比我较缘投，
甲伊做出啥物对不起我的代志啊！到时阵哦，恁爸兄仔就甲你撩一边去，偏心再甲你挂一地起，安尼你知影无？知啦。哎呦，啊是讲你即摆咧讲啥？你讲啊较清楚咧，好无？讲啥你家己心肝来知知咧？伊是查甫，你是查某，你若无甲伊安怎？是安怎伊查甫会送你查某的业权？我讲是假的哦，恁爸毋是，真是伫遐讲。哼！哎呦，啊你咧碰到顶面，安尼看起来你毋错伫咧食醋了。哎呦，你对死咧碰到顶面咧落公司啊！你咧乌臭白臭衫咧伫咧倒，我问一个条件，臭干那寒咧去。啊，恁祖妈哦，前世是毋知是牵过去，拢看你黄金灯啊挂啊！是细汉甲你这苦心咧碰到顶面伫咧做对头，苦心，你就甲恁祖妈记哦，你甲记哦。你嘛毋通转来哦，你若转来吼，恁祖妈无你食饭啊，无你做试看卖啦。恁祖妈吼，我哪毋是伫咧好日啊，无再试者看卖，哎呦！唉，这个苦心的实在是真可怜。生做伊表人才，我哪会娶到这个某？伊搁大苦，搁赤白白。哎，小丽。哎，你敢毋是有食，是用要带大只？唔免，小丽。恁这间店是毋是带一个叫做苦心的？有啊，都带伫迄边间遐。小丽，伊准备一道上好的酒菜，好，送去互苦心的食。甘小丽啊，但你是安怎？我若无叫菜，你搁办我遐尼只澎湃，你会讲毋对所在？袂啦，都一个姑娘讲叫我办遮要来请苦心的苦大爷，人囡仔嘛摕了咧。小丽啊，你了毋着惊啊袂哈？袂啦，你毋是做苦心的苦大爷？嘿啊，要请我？请你的。哎呦，你碰到顶面，你规世人拢毋捌见着，嘛要遐尔摇鬼。外点小丽啊，你将话讲啊较清楚的好无？迄个姑娘是生做啥款，啊是要做啥物名啊？伊是无讲名啦，迄姑娘生去真少年，搁真水啦。你讲吼，讲苦心的因某啦，车搁大只啦，搁马搁高地带啦，讲啥物一外乡的咧，讲咱毋互苦心的食饭啦，所以伊同情伊可怜伊，毋则叫我烹这饭菜啦好食。好啊，迄个歹听话免讲遐济啦，无碰到底命呀！你明明是家天照大，你斗大包天哦哈！你也敢在外口讲恁祖妈的歹话，讲我外车对外车，是拢无你正的所在。这个大个甲食顿饭就走啊！你查某是啥物人？讲啊！啊，你这个查某是在查某，你讲啊好，你碰到底面，你哎呦喂啊！这样你气啊！哎呦喂！哎呦，你这碰到哎呦喂，你气啊！哎，好什么姑娘？哦，我知着啊。苦心的，嘿，我是要找你去细多社呢。哦，伊来就是细多社，你互我20两黄金，你来就是甲你多社讲我饭啊，遐尼食青草的韭菜啊。小可意思，唔免客气。嘿，姑娘，你怎要去倒位啊？你敢毋是明知顾问的？我当然是要来去找下工量啊！嘿，你要搁去找下工量，你到底找伊是要创啥？你是毋是会晓讲一点仔互我听？下工量是一个新民手来啦，伊将我一个知己的朋友刺成同乡，所以我一定要来找伊。姑娘，你一定是误会。哦，凭我所知影，伊下工量，伊无个人，伊绝对袂去伤人。你一定是去听到人讲歹话对。可惜的，你是毋是甲下工量共党？嘿，无，我哪是甲伊共党的呢？要若无，你就免替伊讲话。无只啊，我对你无客气。我猜测一定无毋对。这个姑娘一定是去中到赵夫人甲朱公主的计计。我都无去伤到人，安怎偏偏讲我下工量？啊！相配啊！可惜咩？不要紧，我来。好，你有这苦
心的吼。嗯。今仔日本大爷要掠这个水姑娘转来，互阮周大爷做阿姐夫人，你也敢破坏我的代志，好，你敢买会记的？走！好。原来是臭贼仔宝。哎呦，姑娘啊！